6月7日，翠庵解禁，开放民众会当买翠庵。彰化一间卖彩色翠庵的工厂，一盒50片卖300块，等于一片是6块。另外一间伫个分林，一盒50片卖200块，等于一片才4块。结果开放网络注文，无到2点钟，就入来3000外笔的订单。下晡开放到现场排队，迄人是排甲足细，顶啊卡3连，10分钟都卖了咯。 60个了，今60个了。翠庵解禁的头一天，分林这间翠庵工厂开放民众现场排咧来买，人有够济，顶啊卡拢是人，佫排到大路。排部分的民众真失望。只有60个而已啊。嘿，我无法度一届做啊，做怎么了？明天会有。有买到真欢喜，不过嘛是提早点外钟来排。2点5。2点5走哦。遐囡仔咧外口爱用。怎么没有想说去药局那边买？一片5块，这一片10块而已。 一盒50片卖200块，一片敢若4块尔。现场一个人含买2盒，一盒就卖了去啊。几分钟就卖完了？你看10分钟，10分钟哦。对。翠庵工厂嘛开放网络注文，早起8点开放，较无10点就有3000外笔的订单。工厂讲解禁了，订单有够济，拢爱赶工。另外，中华有一间卖彩色翠庵的工厂嘛定好零售的计销，一盒50片卖300块，一片6块银，而且是彩色的。好想要买翠庵的民众有搁较济选择。